中越兩國有冇可能一次過玩晒？開頭我都懷疑，但跟住我哋行一趟你就明啦。由深圳坐高鐵出發，幾個鐘就到達中國同越南邊境嘅門戶城市南寧。第二日過一個關口，你就會置身於有山有海有奇觀嘅地方。呢度就係越南。你以為越南仲係你印象中嘅樣子？發展緊嘅地方往往仲有更多驚喜。下龍灣世界7大奇觀之一，你用相機係影唔出真正嘅震撼。近2000座石灰岩島嶼由海面拔起，形態千奇百怪，有啲似兩隻雞喺度啄，有啲似隻大猩猩坐喺海度，企喺甲板望出去，成個畫面好似一幅會移動嘅水墨畫。郵輪上仲有豐盛嘅自助餐，你可以一邊望住海上奇景，一邊慢慢嘆美食。呢種體驗絕對係成個旅程最難忘嘅一刻。呢度仲有個全越南最大嘅溶洞——驚訝洞。顧名思義，第一次行入去嘅人都會驚訝到講唔到嘢。成千上萬嘅鐘乳石由天花板倒掉落嚟，燈光打落去，成個洞穴變成金黃色，好似去咗另一個星球金啊！再上天堂島，由高處俯瞰成個下龍灣，呢個視覺係成個旅程最靚嘅打卡位。海水清澈見底，沙灘幼滑，可以落水玩，亦可以就咁坐喺度望住一望無際嘅海景發呆。玩咗成日，攰係必然嘅，但我哋早就諗好咗點樣為你叉電。1個鐘粵式 SPA， 燈光昏暗，香薰包圍住間房，輕音樂喺耳邊播放。嗰1個鐘你乜都唔使諗，成個人放空，做完出嚟，成個膊頭鬆晒，行路都輕健咗。玩完越南，過關返中國東興，去打卡大清國1號界碑。呢度係中國大陸海岸線嘅起點，再坐高鐵返深圳，成個旅程圓滿結束。除咗呢啲行程，仲有紅基沙灘嘅日落、威尼斯小鎮嘅夜景等你慢慢發掘。簽證好麻煩，人生路不熟，跟住我哋出發就啱啦。1999包晒簽證、高鐵來回、豪華住宿同每日特色餐飲，你淨係需要帶住護照同一個想放鬆嘅心情。名額有限，有興趣就快啲睇下面資訊欄報名啦。